以賽亞書1章3節記載，神指責以色列民背叛信仰，離棄神同埋行惡。經文咁講：牛認識主人，驢認識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卻不認識我，我的子民不明白我。我唔係牛，又唔係驢，我是主的羊。恭喜你啊！你同使徒保羅同一個行列啊！哥林多前書11章1節記錄咗使徒保羅嘅吩咐：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你願意係現今追求自我嘅社會，逆流而上，好似使徒保羅咁樣，學效主耶穌嗎？馬太福音26章36至46節記載咗，耶穌係客西馬尼園3次嘅禱告，都係放下自我，只求天父的旨意成就。喺極端嘅困境中，你能夠好似主耶穌一樣，放下自我，謹守只求成就天父的旨意，天父必然喜悅你，又加力俾你，好使你成功跳越困難，同天父一齊同喜同樂。